那秦老就告辞了，各位留步。秦老，你真的不留下来吃饭吗？我六哥做饭可好吃啦。不了，今晚早已与父亲约好一同用晚膳，父亲一个人用餐的话，太过孤单了。也好。近日玉香园百花齐放，苏姑娘是否有兴致一同前往？玉香园就是那个誉满京城的百花园。没错。哎，我也要去，我也去。哎，要张脸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没去过。那二位公子可愿一同前往？啊，那个，明日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脱不开身。是。那明日我来接你。各位，告辞。秦兄，慢走。秦公子慢走。五哥，你刚才干嘛呀？我也想跟妹妹一起去。你整日都陪在妹妹身边，偶尔也该给她自己一点空间。刚才妹妹的笑容，你可看见了？或许秦老真的不失为一个好夫君的人选。如果妹妹能顺顺利利地嫁给他，一辈子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，你我也该知足。哎，要不你们考虑一下，把小师妹嫁给我怎么样？我可以入赘，真的。癞蛤蟆，癞蛤蟆，踢不着。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我要长相有长相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钱有钱，还要前程有前程。你有什么不满的？哎，就算我配不上小师妹，那也比那个秦朗好呀。我和小师妹还是青梅竹马呢。那秦朗有什么呀？他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，他能有我对小师妹好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岳老三，连我妹妹的夫婿都走了，你还愣这儿干嘛呀？嘿，公主留我吃晚饭，嘿嘿，你有什么不服的？滚！滚！公主问起来怎么办呀？滚！我偏不滚，我滚向丞相府，你能怎么地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呀！拦住他！打不着，打不着。娄公子止步，明天2天再来拜访。恭候表小姐，明日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表小姐探讨。请。娄公子请回。告辞。妹妹，哥哥跟你说，等明儿发簪到了，哥哥给你做一个新的发型。这个发型颇有异域之风，我敢说，在这京城里面，除了我苏简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妹妹长得这么好看，加上我的手艺，绝对不是京城里那帮庸脂俗粉能比得上的。你呀你，之前总是躲在太乙山上不肯回来，现在好了，你终于回到哥哥身边了。哥哥要把你打造成这京城中名门淑女中人人都羡慕的偶像，让所有的人都崇拜你，模仿你。七哥，你说你干嘛不给我找个嫂嫂呢？
每天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多好啊！不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妹妹你，有哪个女子值得哥哥我这么上心的？当然，除了娘以外，那是没有办法。我要把这句话告诉娘。说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娘亲还不知道我，就凭你七哥这副容貌，有多少女子上门询问你七哥定亲了没有？我跟娘亲说了，这辈子妹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要是嫁人，我就陪着你去夫家。不过说起来就生气，凭什么让那个黑咕隆咚的秦朗娶我最可爱的妹妹？这想起来我这火就往外冒。哎呀，七哥，你不要这样说，秦朗是个好人。好什么好啊？在这个世上，想娶你的人，在哥哥眼里都不是好人。妹妹，哎，老九，怎么了？妹妹，秦朗来了，说要带你去玉香园赏花。哎，妹妹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那个秦朗根本就跟你不合适。老九啊，出去跟秦朗说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没看见我正在给妹妹梳头呢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别，九哥，啊，别让人等着，不礼貌，我这就跟你去。你给我坐下。啊，那个秦朗有什么好的？你这么巴巴的赶过去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咱们苏府多稀罕他呢。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走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啊，应该的。我们走吧。又来了一个抢我妹妹的人。撤！这儿的荷花可真好看。那我帮你去采。哎，别呀！这儿的花都很美，如果人人都觉得它美，人人都去采的话，那它可就不美了。说的有理。苏小姐，秦公子，怎么每次上街都看见这个人啊？自然是缘分喽。娄兄也是来赏花的吗？赏花，赏美人。果然是个花花公子，绝对不能让我表姐嫁给这种人。冉冉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嗯，好啊。今天的天还挺热的，那不如我们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。你们男人也挺不容易的。是吗？你看啊，我们女子一生只嫁一人，所谓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男人却不同了，他要娶夫人那个小妾，真是辛苦啊。未必所有的男子都是如此。不是有一种向往叫做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”吗？也是，我爹爹和娘亲就是这样。三千水，只取一瓢，秦朗日后定不负你。上次秦伯伯说，他哥哥是被日轩所杀，他跟他哥哥感情那么深厚，想必有一天，一定会跟日轩兵戎相见的吧。
不过，我其实挺不想成亲的。我知道你也是，我听秦伯伯说，你跟你哥哥的关系很好。是，大哥从小就是我崇拜的榜样，威武、果敢、勇猛，镇守边疆。哥哥被派去西域以后，我就一直勤学苦练，学习兵法，希望能尽早的和大哥一起保卫家园。但是，3年前，突然接到前线的消息，说他和战士们遭到了魔教的袭击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哥哥为目标，希望能和他一样，精忠报国，保卫家园。但是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老爷，兰儿还是没有吃东西吗？二公子已经3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兰儿，爹，逝者已矣，你大哥既已殒命，这或许就是他的命啊。我一定会替我大哥讨回公道。兰儿，我已经失去了你大哥，难道你还想让我再失去你吗？这岳灵公，连朝廷、江湖都不敢轻举妄动，连逝水红颜活了多少岁我们都不知道。试问，如何为你大哥复仇？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替大哥报仇。你，哎，一开始，我对我们的亲事的确并不赞成，因为追杀岳灵公的人生死不定，我实在不愿将我的宿命强加给一个不认识的姑娘，所以才发誓，报仇之前不娶妻。可是现在，恐怕也由不得你我了吧？冉冉，如果说你并不想嫁给我，我就去回了我爹，毕竟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，冉冉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便不能娶你。为何他的笛声如此悲凉？哎，你们几个看看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老七，你大中午把我们叫过来，就是为了听妹妹墙角啊？这不叫听墙角，这叫考察。对，这叫考察。不过，这个娄轩怎么给人感觉怪怪的呀？有意思啊！以我的经验吧，这妹妹喜欢的人，该不会是娄轩吧？这娄轩喜欢的人可能是妹妹也说不定。不是我说你四哥，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儿别瞎说。你一介武夫，能有什么经验？每天就知道动手动脚。老七，你心里不正常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那四哥，你来说说，娄轩不是已经跟表姐提亲了吗？怎么又突然喜欢妹妹了？老七，笨呐！你以为娄轩是笨蛋吗？他之所以跟表姐提亲，是因为我们家妹妹已经许给秦朗了。他无奈之下，只好通过跟表姐的亲事来接近冉冉呐。好心酸，好
好痴情。你别说，这妹妹的未婚夫是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。虽然秦朗一表人才，可是妹妹喜欢的人呢，却是娄轩。这妹妹与娄轩虽然有情，可无奈的是，娄轩的未婚妻是表姐，而不是妹妹，这让妹妹左右为难，一边是心上人，一边是亲爱的表姐，进退两难。可是，表姐喜欢的人却是三哥，这真是一场五角虐恋的大戏呀！哎，老五，我觉得你回去可以帮他们写出戏，娘亲听了一定很喜欢。前后不接，竟然有人比我还能扯淡，毫无逻辑。走了走了，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少主，苏小姐和秦公子已经离开玉香园了。是。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看到他平安无事，看到他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你只需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，默默地看着他就好了，不是吗？表小姐，娄家堡的人求见，请。请。表小姐，少堡主特意派我前来问您，今日可否前往我娄家堡一叙？过几日。少堡主今日有要事在身，无法亲自送来，特令我将这2本书送与表小姐。等过几日，少堡主亲自到府上接您到娄家堡一叙。劳烦替我谢过少堡主。嗨，不敢不敢。表小姐是娄家堡未来的女主人，表小姐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就是。告辞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冉冉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我喜欢你。小师妹，二师兄，跟我来吧，来呀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沐尘，快醒醒！今天的晚餐保证青天满意。小二，哎，小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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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小二，哎，小二。醒了。来，先把这药喝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
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要不是你处理的及时，你很有可能气血倒流，经脉尽断，到时候连苏女姑姑都救不了你。你还笑？到底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？按理说，除了小师妹，也没人能伤得了你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一当空劫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亦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忽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亦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